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在啦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头一档住过 AZ 的民众，第二档有机会改选 BNT 或者是摩德纳。另外，过年期间入境的检疫措施已经出来了，若准违反相关规定，上悬会当罚到100万。疫情爆发到大班甲地管拢停业，经过复业申请，今仔日有几60间会是重新做生意，不过也爱是连制疫苗卡也爱查。拜登甲习近平16早起举行视讯峰会，针对台湾议题，拜登表示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台海和平。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增加2个带病入境。另外，讲到第15轮的注疫苗有机会开放，头一档注过 AZ 的民众，这第二档会当换注 BNT 或者是摩德纳，若准是要共款注 AZ 也是会使。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过年入境的3种隔离方案，其中7+7的规定是要注过2档疫苗的人才会当使用，若准违反相关的规定，上悬会当罚到100万。国内16无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指挥中心宣布增加2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分别为爱尔兰甲柬埔寨入境。因拢已经做过2剂新冠疫苗，有患遭到突发性感染。是接种过2剂的 BNT 跟2剂的国药之后，接种完最后1剂到入境中间都是超过14天以上。2位都是31哈，都是属于无症状的一个感染确诊。国内继续注新冠疫苗，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统计，到目前注疫苗人口注射率第1剂76.42%，第2剂42.86%。有计第15轮注疫苗，除了提供 BNT、莫德纳第1剂、第2剂之外，第1剂注过 AZ 的民众，第2剂也会当选择注 BNT、莫德纳，还是直接注 AZ。可以打 AZ 第2剂的部分，大概只有大概97万人左右哦。那所以等于是说，这97万人。他可能可以选打第2剂 AZ， 也可以选打第2剂的混打 BNT 或莫德纳。另外，春节防疫旅馆一检所将伫17早起10点开放预订。指挥中心也再次说明，除了10+0+7方案，一律住伫防疫旅馆，若讲选择10+4+7方案的人，入境了后前10天才会当住防疫旅馆。若完整注2剂新冠疫苗，过满14天是会当选择7+7+7。登记厝的时阵，建议1人1户为优先。若讲是1人1室，大做会人也需要注完2剂，而且过满14天才会当放伊转去。这7天跟居家检疫的人同住的话，叫做加强自主健康管理的7天哈，不可以跟居检者共用房间、卫浴，也不可同处共食。那如果在这期间违反检疫的措施哈，最高采处新台币100万元。另外，各界期待什么时阵会当全面地处检疫？指挥中心表示，除非病毒无伤大变异拄变化，而且对已经掌握的病毒特征拢真清楚，甲10+4、7+7等方案为规少，也是会当控制，才会当进一步讲放宽。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进前要回来过年，若准入境了后，拢爱住防疫旅馆。观光局要求，这防疫旅馆是袂当乱起价。若准有起本地价小20%以上，就算是乱起价，也会停止补助。佮关键，若准有空的房间也袂卖出去，观光局会用一暗上济3000块的价小，甲伊包落来。按算对1月1日开始施行，希望1月会当增加1400多间房间。农历春节特别到时阵有大批回国的民众入境，不过即马却传出有部分防疫旅馆恶去夜关介绍。对此，交通部观光局用出防疫旅馆禁起令，一旦有无合理起价，还是调整订单煞起价的防疫旅馆，经过查证属实者，将袂当申请政府补助。费用在旺季的时候，特别是农历新年期间，有的饭店可能因为它等级不一样，或许它的费用价格可能在原来价钱会增加的1成或者是1.5，甚至于2成都有。如果照它原来的价格超出20%，就叫做丰台价格了哈。那这个部分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现在每一房1天1000块就会停止补助。
另外，为了解决国内防疫旅馆春节尖峰时段一网难求的情况，交通部观光局预计明年1月7日到1月31日启动合一底座方案，由各县市每合适合的饭店业者，伫这1个月的时间转做防疫旅馆。那合一底座期间内有空房无卖出，会当向观光局申请补助，上限是每包每日3000，保证满租有收入。全台目标是增加1400房。我们是用包它的整个所有的这家旅馆的所有的房间，在这个期间都是只能做居家检疫的回返国的国人。如果说他有空房的话，那政府会针对空房的部分来补助他。根据交通部的了解，目前防疫旅馆已经为2.6万间增加到2.7万间，预计年底前会当增加到3.2万间。另外，初步计算了后，全台防疫检查者数量是705台，也不过春节需求有高达到2172台，犹原无达标。对此，指挥中心表示，交通部继续甲地方产业者沟通增加条件，也会为国外旅客订单去了解逐工需要的量能，来解决防疫客停车不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时间16早起举行视讯峰会，针对着外界上界关心的台湾议题，两位领导人拢有表示，习近平是警告拜登政府，美国支持台独是冒险的行为，若准台独活动伤过超过，会提出必要措施。拜登是搁再强调支持一中政策，反对中国迫害台海和平行为。这场中美领袖视讯峰会是拜登今年2月到9月了后，甲习近平第3届直接对话，前2届拢是用热线电话。峰会伫台湾时间16早起8点45分举行，两个人对镜头一手致意。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拜登是希望中美的竞争爱避免冲突。总统先生你好，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It seems to me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hether intended or unintended. 这场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甲北京罗斯福办公室的视讯峰会，经过3点半钟，拜登甲习近平伫有记者在场的第一阶段，敢若做出共同对抗疫情，也佮有维持中美关系正向发展这个宣示性单位。How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volves seems to me to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not only on our countries but, quite frank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包括有效应对气变、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双方迄15分，峰会进入第2阶段的闭门会议，台湾问题随时变作焦点。根据北京的会议记录，拜登强调，美国也是坚持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加6项保证做指引的一中政策，并坚持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也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同时表达对新疆、香港等人权议题的关心。中国新华社是讲，习近平对拜登强调，台湾想要挖美国独立，美国部分人士原来有意以台制华，等于是咧耍火。和平统一虽然是前提，不过若做台独活动超过红线，北京会采取必要的做法。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拜登甲习近平的视讯峰会已经结束啊，其中上界敏感的台湾议题，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美国的立场是一中政策，也反对中国改变台海现状，迫害和平稳定。咱的外交部也用总统蔡英文伫详细演说4个坚持来做回应，也对拜登表示感谢。差不多3点半钟的拜习会，讲到真侪议题，其中上敏感的台湾问题，美国总统拜登重申美国的立场，伫台湾关系法，也佮有美中3个联合公报，也佮有6项保证的一中政策。总统府以总统蔡英文今年国庆所讲到的4个坚持来回应，强调台湾的立场是拄着压力无要屈服，得到支持无要冒进。外交部是对拜登表示感谢。美方强烈反对改变两岸现状或迫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片面行为。外交部我们感谢拜登总统向习近平当面的传达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并且美方也呼应我国蔡总统所主张的维持现状，全力防止现状被片面迫害，
并且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同这个时阵，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座谈会，唔那讨论拜登政府就任了的两化政策甲美中关系，嘛同时阵关心拜习会。I suspect that they'll both present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Xi Jinping will remind Biden that Taiwan is a domestic issue of a core interes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Biden will speak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今年1月，拜登上任一直到11月头一届甲习近平正面交锋，双方各自表达对台的原则。台湾学者分析，美中两国的矛盾未因为对话来改变，只是借会议先把关系稳定掉，避免失控。美中双方的领导者透过各自的对话里面，可以基本上稳住彼此的关系。因为两个国家的一些矛盾跟歧义还是存在。并不会因为这次对话的改变，但是可以基本上缓和彼此的气氛。彼此的期待对这一次的这个视讯的会议并没有很高，那所以等会议结束以后，彼此还会看对方到底具体上做什么事情，然后会非常小心翼翼地推出自己的做法或政策。拜习会结束，但是美中的分歧恐惊难有共识。学者认为，必须要继续观察后续美中的发展。如今美国法中的气氛真高，国会嘛一直咧杀出反中的法案，对台湾来讲，如何甲美国的国会有更加侪实质的互动，是目前真重要的代志。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针对到12月18日四大公投案，总统蔡英文有记录 Podcast， 用轻松的方式来谈论到美国堤坝甲公投议题。蔡总统表示，台湾争取加入 CPTPP， 而且11个会员国拢有开放美国堤坝进口，也看到咱台湾敢有开放市场的决心。另外，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今日表示，反对内地公投案若准过关，会影响到台美贸易。为了要拼公投4个不同意，总统蔡英文用即马真事件的社群平台 Podcast， 用轻松的方式来讲美国堤坝公投的议题，要互无共年龄层的族群嘛当听到。伫上新一集的节目内底，蔡总统讲到开放美国堤坝，帮助台美重新启动铁法对话。也若咱台湾争取加入 CPTPP，11个会员国拢有开放进口美国堤坝，台湾敢是有开放这个市场的决心，会员国嘛特别注意。他们都接受这个国际标准，那他们会回头来看说，那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国际标准，你如何来说服我们，你有这个开放市场的这个决心？伫四大公投内底，三百种堤坝议题到搭是真好解决。毋但蔡总统真关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若是三百种堤坝公投过关，会真费气，影响台美的贸易。另外，伊嘛讲公投案并毋是政党的对决，这是有关一个国家未来走向国际经贸组织重要议题。你倒去，你国内用公投去变怪，安尼未来国家要参加任何重大的经贸组织，一定是困难重重。行政院长苏贞昌15暗伫高雄宣传演讲，认为核试无论是起也是放起来，拢是国民党的决定。即马重新启动核试的公投，会甲台湾不甲倒去。国民党立委罗明才16质询的时阵，苏贞昌嘛因为顶一日讲法国无地动台讲了毋对，当面回事的。一半你对，一半我对啦，就是东南部一小山区有啦地震带，但法国的地震频率比台湾少太多，规模比台湾小太多了，而它的核电厂也没有盖在地震断层带上。罗明才讲，核能对经济发展真重要，毋过嘛烦恼安全问题。佮去互苏贞昌问讲，敢是无赞成重新启动核试？落尾罗明才才以交互专家用数据来检破的方式来结束这个话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18日会去到嘉义空军基地，亲身主持全球头一队 F-16B 作战舰队成军典礼。空军伫今仔早起举行最后一届演练。另外，参水南国造计划并2025年要交船，今仔日也进行安良骨的仪式。不过，蔡总统本人无去，海军也无公开相片，引起外界关注。卡梅拉伫7月都是要翕 F-16B 伫空中展出精彩战机，一个挖倒平，一个挖正平，表演爬练到袂倒退，360度射完等等困难的动作。军事迷透早就来占位，都是小战要来看战机的仪演。F-16升级之后，战力又提升了，对我们来讲，应该又是更棒的一个空战的战力。
空军甲目前的141架 F-16战机分配升级，按照2023年进行完成。总统蔡英文会伫18去嘉义空军基地主持全球头一个 F-16V 作战连队成军的典礼。16上尾一届专兵力的演演，由空军司令辛富基监督。学者分析 ，F-16V 作战连队对国军延伸防御有帮助。是借由新版 F-16V 它的打击火力，还有它新的LSR 雷达的侦测能力，可以延伸我们在防卫作战上的一个纵深的一个概念。瞻南国造嘛是蔡总统推动的国防自主的重要政策。为合约的设计开始到第2阶段，投入493亿打造原型舰。不过16瞻南坑亮骨的仪式，也就是瞻南国造第3个重点，蔡总统是头一届无参加，是由海军司令刘志斌甲台军董事长郑文亮共同主持。典礼无对外开放，嘛无相关的画面，互外界质疑讲瞻南国造的进度敢是出问题。就像韩国重要的技师都离职了，原先主持这个项目的这个黄曙光啊，转职到这个国安会资委去了。那现在来讲的话，等于就是说整个这个团队啊，就没有一个核心那种感觉。中共方面一定会很好奇啦。刘志斌下令团队按照计划阶段目标来执行，专题爱保密。因为第4个阶段目标，也就是2024年落水的测试。甲2025年交会，敢会当如期来进行，受到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陆军航特部的下属陈良峰3年前伫咧汉光演习，因为跳伞训练发生意外，对1300尺高的半空中摔落来。虽然伊无死，不过颔棍以下拢无度震动。经过3年外的复健，唔但会当讲话，脚甲手也会当做一寡简单的动作，也期待伊会当愈来愈进步。正手压悬伫下头绕绕的，对一般人来讲真简单。陈良峰做起来虽然有淡薄仔吃力，已经是真大进步了。因为伊为天顶落来，奇迹无死，原本颔棍以下拢袂震动。经过3年外的治疗复健，即马伊唔但会当正常讲话，手甲脚佫会当做出简单的动作。虽然都遇到了，看有什么法可以更好，就去朝那个方向去努力。然后就是对，意志力练，就是。尽量自己想好，我受到帮助有哪些。陈良峰伫国军高雄总病院复健师的帮助，为袂当行路到即马会当一小步一小步啊行。除了每一步医生的协助，也佫有厝的人的支持陪伴。伊的爸爸也伫朋友的协助，摕到外国嘅复健器材，这个工具会当协助伊徛坐甲行的动力。比较细小的动作，经由这个辅具，它大概可以把它给矫正过来。所以说辅具的器材这个方面的话，我是认为说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帮忙啊。可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进来，还要再跟医生讨论一下？看到会当行路的陈良峰，真天然是形容讲，好亲像伊细汉时啊看伊行路的感觉，希望伊会当行得更较安全。陈良峰虽然也无法度家己生活，不过伊会慢慢进步，嘛有一天会当复健成功，转去到军队。明年看能不能可以自己上下床。对，然后走路的话，就放别人放手走的话，可以走得更远。陈良峰属陆军航特部3年前伫汉光演习跳伞训练的时阵，因为跳伞无完全拍开，为1300英尺的天顶落落来。虽然伊的身体受伤真严重，不过伊用乐观甲坚持，画出一条生命奇迹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艋舺的地管对5月中疫情爆发就停业到单。最近有82间业者申請要恢復營業。目前台北市政府已經核准44間啊，伫今仔日開始會當做生理。市政府也要求業者就愛實名制，而且敢若會當用台北通的 QR code 爾。另外，人客一定愛扎疫苗注射卡，隨時互人查驗，尚無愛注過一檔疫苗，而且就愛滿14天。这是店内使用的消毒啊。感应式酒精消毒喷雾机送到店内，也吩咐爱甲 QR code 条码打伫门口口。艋舺地点的头家娘为着复业拍拼做准备，虽然无赶到11月16复业，不过希望家己的店会当赶伫11月底重新开张。想说月底开业不急啊，因为我们在整理东西，
还很久，还要打扫得很干净啊，还要消毒啊。艋舺地点为疫情发生到今已经停业半年外，即马总算等到会当复业。即届拢总82间业者申请复业。台北市政府原来派员到现场复查，除了勘查店面是毋是符合公共安全消防法规，主要也是爱看防疫的做法。亲像即间地点已经准备好酒精消毒设备，门牙口也打台北通 QR code， 店内壁顶也有上济偌济人会当入来，随时注意人数，准备开店。台北通 QR code 还是消防的还是什么的，已经都检查 N 次了。消费也一样，我们会看他的有没有随身携带黄卡。台北市政府表示，5月公告，艋舺有172间地点重点列册停止营业。经过复查了后，目前核准44间地点为16开始会当营业。还在整理当中，因为这边有100多家嘛，因为也审查了，从8月3号开始到今天，你看已经3个多月了，大家都很辛苦，合格书一报给店家，店家就可以开了嘛。另外，有啤酒的8大行业为16开始会当复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原来到酒店加强临检，检查是毋是有落实防疫。台北市政府表示，16开始台北市内的酒吧、酒家、舞厅已经核准40间酒吧、酒店也甲舞厅复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的治安问题，这半个月以来拢是无啥平静。市长罗秀燕今日出来表示，针对暴力的严格追查，不过议会说是批评警察局完全是无要无紧。台中市警察局长也表示讲，这信息的汇报确实是有出问题。台中县上的大学生初次车起会着对方，互人拍甲昏去。最近已经伤势有较好啊，15暗时转到普通病房，透过影片甲大家说谢。就是很感谢他们，就是给我这么多祝福的话跟鼓励，对，跟还有警方大家对你的帮忙，对，我会好好加油。那目前就是说他的左耳可能听力部分有点就是说听不是很清楚的方面，医院还会再做更一步的检查。线上的大学生度过危险，不过台中市治安一直无好。10月30，大家有4个查某人掠球棍讲车。11月初7，西屯发生全国拢知的线上大学生轰趴事件。说来14南屯原来有服装店去匪徒破拆供店，治安敢若不是真好。因为蛮多纠纷的吧，像那个新车纠纷啊，还有那个砸车的事件啊，对吧？就看起来不太好。可能需要，就是警方可能要再多关切一下。陈部长16台中市议会质询市议员为弹球棍为提捕头攻击台中市治安恶化，警察局长蔡崇平坦白承认，警局内部消息汇报有时间差。大甲那一件，我到昨天才晓得。10月30案子比10月15号才知道。市长罗秀燕表示，警方已经甲拍线上大学生的3个嫌犯掠到，并查到背后犯罪集团，到今卖掠到19个嫌犯。市政府也正式对部分分子宣检，在此宣誓，只要敢在台中逞凶犯案，天涯海角我们绝不放过。一定会严查严办。台中市警局强调，连续5天督报安民专案，已经有掠到63个通缉犯、32个毒品案，是不是会当阻止犯罪案件？改变民众的看法，也有待时间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英歌有一个社区，因为住户反映讲，有真侪流浪猫仔会造成环境垃圾，管委会就发出公告，讲若准掠到猫仔，而且甲猫仔掠去20公里外放生，就会当领到奖金。不过，这个行动也引起爱猫人士的不满，目前管委会也已经甲公告摕落来啊。动保处讲会协助用验猫仔的方式来减少流浪猫的数量。路人清早看到无人饲的猫仔伫外口拉槽，不过所有大楼的住户去甲管委会反映讲，因兜几啊届去有流浪猫仔走入去，所以管委会打出这个公告，内底写讲因为社区真正出现流浪猫仔，这住户是感觉真困扰，投诉嘛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管委会决定提供奖金。若是有人掠到这个猫仔，掠到一只1000块，还阁要甲猫仔带离开社区，到20公里远的所在放生，才会当摕到奖金。以前阮兜住2楼，猫咪啊，常常走去阮兜敢光顾哦，都跑到我家里了，说，厨房也好啦，客厅好啦，垃圾桶也好啦，跑在人家刚好门的地方，这样子变了尿了。尤其是冬天，那个刚开回来的那个引擎盖啊，
刚好是热热的嘛，它就会在上面，它还跟你抓破。这是新北市延果的一个社区大楼，现在有流浪猫仔伫遐来去，这住户时感觉真困扰，因为这猫仔会乌白放屎尿，还佫会甲车照甲一塞一塞。不过，这个提供奖金的方式引起争论，去用检举。这样的举动引发了一些爱猫人士的不满，向动保处来做检举。动保处接获举报之后，已经协调社区将公告撤下，后续也会协助设置诱捕笼。动保处表示，提供奖金甲风声本身是无犯法，不过民众伫咧抓动物的时阵，若是害动物受伤，依照动保法会当罚上重15000块，因为流浪动物有地盘性，所以会采用 TNVR 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抓到了后做绝育的手术，而且做疫苗，上尾才放转去原来所在，以绝育的方式来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社区当中有遇到一些针对流浪动物的一些困扰，我觉得除了是想出一些解套方法，我觉得教育宣导也非常重要。动保团体认为讲，用奖金来鼓励掠这的狗甲猫啊，可能会有非人道的行为，而且就算放生到其他的所在，嘛无法度保证讲袂阁出现其他新的流浪狗甲流浪猫啊。所以这个问题要安怎伫社区的生活之间找到平衡，避免冲突，也是爱为源头来处理甲解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的第二大城德里，因的 PM2.5污染指数严重超过标准。印度的最高法院第15建议首都新德里就要实行污染封城，让学生囡仔伫厝内面线顶上课，员工居家办公1礼拜，起厝的工地也要停工4天。空气无茫茫，看袂啥清楚，人口超过2000万的德里。这时的空气品质自严重升级到恶质。印度的环境监测机构表示，德里有真侪地区的地面悬浮微粒的数量超过全世界安全值的6倍。这种空气污染的情形，唔但是严重影响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就连身体健康的人也可能出现呼吸道不爽快情形。अब आजकल तो हर एक को इतना ज़्यादा ब्रीदिंग प्रॉब्लम हो रहा है, आंखों में जलन होने लगती है, बाहर निकलते हैं तो ऐसा लगता है बाहर ना निकलें, लेकिन घर में बैठ के भी सफोकेशन होती है तो बाहर निकलना भी ज़रूरी है, थोड़ा फिजिकल होना ही चाहिए। तो बहुत बार तो हम आते हैं वापस चले जाते हैं, इतना लगता है हर जगह धुआं धुआं फैला हुआ है, कितना भी मास्क लगा लें लेकिन आंखों में तो जलन होती ही है। 印度最高法院伫咧19建议新德里实施污染封城，准上100万人居家办公。学生是伫咧厝内远距教学1礼拜，建筑工地是停工4天。首席大法官也讲，若无是要安怎活落去。另外，法院也阁寻求紧急措施来控制附近的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甲北方邦的农作废弃物的火灾。德里当局讲，随时的排定节过了后，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大家拢伫咧点蜡烛甲油灯。 और उसको लेकर के जैसे अभी आज से दिल्ली के अंदर सभी स्कूल कॉलेज संस्थान बंद कर दिए गए हैं। दिल्ली के अंदर सभी कंस्ट्रक्शन कार्य जो हैं वो सारे बंद कर दिए गए। दिल्ली के अंदर सरकारी दफ्तर में जो कर्मचारी अधिकारी हैं वो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कर दिए गए। 因为澳洲的环保署15月报告指出，讲2019年因为悬浮微粒相关的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到307000人。 这个数字比2018年少1成，主要原因是欧洲各地空气品质有改善，不过数字依然是真惊人。其中德国53800人死亡上多，波兰39300人是人均死亡数上悬的国家。另外，利用化氮加地面的臭氧所造成的死亡，也分别减少25%加13%。不过，空气污染依然是欧洲人健康上大的威胁。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本广告确定明年会调薪水4%，希望会当带动企业替员工加薪水。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讲明年会调薪水的产业有一半是半导体产业甲金融产业，另外有3成外是服务业。不过，这调薪水的比例拢无超过4%。
军广告每年带头加薪4%，民间企业每年敢会缀咧加薪。多数上班族讲，大家拢想要加薪，不过产业别无共，加薪2样情。目前还没有听到相关的消息出来。对，那大概是也落在就是几千块这样，至少是个小确幸。敢会当加薪，爱看企业效率情况，每一个头家拢安尼讲。不过实际效率会当分享给员工的企业有偌济咧？根据人力银行业者调查，其实每年有约40个企业有调薪的意愿，创8年来新高。不过调薪幅度3.1%，是创8年第2低。台玻今年赚钱是比去年多，物价指数明显有上升，会加5%。今年多数大企业有加薪计划。根据人力银行业者调查，有超过50%以上半导体、金融业会加薪。加薪的幅度超过3.6%。另外，受疫情冲击，传统制造、一般服务只有3成外的业者愿意加薪，平均加薪的幅度2.8%至3%之间。目前，如果台湾目前看起来，通膨的压力不像美国那么大，均的调薪的幅度大概是3.1嘛，所以就算明年的通膨它跳到3%左右，应该还是可以keep 这个 balance， 还是会希望说实际上面的调薪能够比现在预估的3.1还要来得大。不过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5度超过2%通膨警戒线。不过央行再次表示，最近通膨加悬，属于第2个现象，因为供应链的困难，会伫2022年后半年缓解。商品供需无平衡的现象将会渐渐消除，通膨率有希望变慢。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就是伫咧外口走行程的时阵，却雄轻侃杂无爽快，到成大病院急诊，也无出席民进党的全代会。台北卫生局长出面说明，经过检查，市长看起来是无啥大问题，今下晡已经出院啊，明仔载就当恢复上班咯。台南市长黄伟哲10时透早出席全民趣味运动嘉年华会开幕仪式，不过事后却因为胸坎杂杂，身体无爽快，到成大病院挂急诊。医方紧安排真侪检查项目，即马经过2天，透早台南市卫生局也出面说明黄伟哲的健康状况。那昨天早上做的一个消化镜的检查，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病灶。医方初步检查排除是心血管的问题，嘛无其他重大病症。不过为着安全，嘛是有加做类视镜心电图的检测。那目前看起来，一切的这个检查都还算是正常的状态。再顺利的话，应该明天就会正式来上班。是总结顺的期间，市长向请假，议会也就安尼临时更改议程。拼地方的建设经济以外，还要拼整个的全面性的一个团讨啊和活动啊和，这个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真的很劳心劳力。我想市长他会自己调配好他未来的脚步。我想依目前状况听起来，应该不会影响他竞选连任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每天都把自己从早塞到晚，市场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要顾及到身体的状况，然后休息的时间。另外，民进党全代会10时通过地下市长的人选，由党主席蔡英文定调。迄当天也敢若台南市长黄伟哲无参加，因为黄伟哲当咧拼连任市长，即马佮传出身体无爽快的消息，难免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仔日就一桩下性别者所提起的变手术改变性别的案件。会开庭审理是因为这位申诉者伊是受到进前全台湾头一个下性别者烧伊性诉案件的鼓励。专案审理了后，法官拍算要停止诉讼，声称释宪，等待着合议庭讨论了后，才会做出决定。那手手起来，恭喜来。希望会当过平凡的生活，伊是跨性别者吴宇轩，遭到伫家人甲人权团体陪同，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再次出庭，伊提起免诉变性的诉讼案，提起政府重视跨性别者正确定在自身性别的重要。它对于跨性别而言，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避免掉非常多错误的性别错称。今天如果我有一个符合我性别认同的证件，符合我现在性别样貌的证件，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迎刃而解？
国家难题的是，吴武宣也得到家人支持，爸母阿公拢公开呼吁法院，会当面对跨性别是世界潮流的现实。还在这种困境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去给孩子一个机会，不要一直执着在于是男是女。法官能够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好好的来处理这个跨性别的问题。因为报告行进前，受理跨性别者小一向桃园户政事务所申请变更身份证性别，却防以无减负变性手术证明为由拒绝，提起诉讼了后，报告行9月判小一胜诉，户政事务所无提上诉，专案确定，加做跨性别者无手术证明胜诉的修理。我们也希望在有前面这一个已经胜诉的案例的前例这个条件下，今天的开庭也希望能够逐渐的导向一个正面的一个结论。法律边表示，希望伫小一判案胜诉的鼓励，再加上吴宣是代表上中国籍，伊的美国护照已经核准登记是女性，因为法律人格一致，法院也会当判伊胜诉。专案经过合议庭审理了后，法官有意愿停止诉讼，申请释宪，将等待合议庭讨论了后做出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爱河边的国宾大饭店已经有40年的历史，也因为最近生意愈歹做，国宾饭店决定讲要申请危险老建筑拆掉电器起厝来卖。饭店伫爱河河边，风景是真水。高雄国宾大饭店是已经有40年历史的老牌子，嘛是高雄人共同的记忆。即马要休困做改建，在地人的感觉是无啥共款。经济不景气，或是说疫情的关系吧。我个人是感觉到蛮惋惜的。外地客来都会应该想要住比较文青风的那种新型的旅店，所以应该还好。国宾甲建设公司等3方合作，申请危险古建筑改建，准备要起新的饭店，佮加上饭店式的服务大楼，要来拼转型。卖厝的中人业者预估，这波改建按算会带动爱河迄块地的厝价会起。目前河景第1排的房子其实都趋近老旧，除了一些豪宅型的产品，那刚好搭配上这个国宾饭店，它下面它是做饭店又搭配住宅的产品，所以其实可以对整个前进区的，我觉得豪宅可以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高点。国宾饭店表示，最近这几年国际饭店销连续进驻高雄，竞争是真激烈，才会决定申请危险古建筑改建来拼转型。旅宿业认为讲，台湾这2年因为疫情实施边境管制，嘛互国宾饭店这款以外国观光客为主的饭店受到冲击。像花王这种老牌子的饭店嘛，销连续收起来。10月在饭店的一个销售量呢，有非常突飞猛进的一个增加。那另外高雄市政府也积极办理非常多的活动。市府表示会积极来协助旅宿业渡过疫情这个难关。不过，高雄的观光业已经真恶经营几年啊，加上疫情影响，真侪饭店拢是加紧加热的硬冻。都惊全球的疫情若是一直无转好，恐惊有更较侪业者无法度支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银行的资料显示，今年第2季全台湾厝价起上侪所在，就伫咧新竹的竹北，房地产的成交平均价销，甲去年来比，竟然加192万出来。新起的大楼长咧施工，另外一边吊车嘛真无用。新竹县竹北市是今年第2季，银行降价统计资料内底，全台湾厝价起上侪的所在，想要买厝，爱比去年加穿192万。民众讲实在买不起。大家都是说，我现在没有买的话，然后就会一直涨，就是用这种话，然后就是劝大家买啦。就是身边的就是长辈都会这样讲，可是实际上也是这样子，房价就是真的一直在涨。买房是时机啦，一再就说你不买，然后可能2-3下你就买光光了，然后你接下来再去买，你也许可能1-2个月，你前面在看，你还在考虑的时候，人家你买掉了。专门做房屋买卖中人指出。竹北这几年有真侪新起的建案，厝的起价除了因为科学园区的关系，上重要是起厝的成本增加。建材成本还有人工成本整个都上涨了，所以把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再来就是新竹跟竹北已经没有多余的地可以再做开发，所以造成了现在一屋难求的情形。除了新竹县第2名的台北市，平均嘛爱加开184万，第3名的嘉义是70多万。民众想要买厝，实在愈来愈无简单。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
都市的建筑物是起到目睭睭，若发生地动是真危险。国家实验研究院即马就推出5支智慧城市救灾平台，用模拟城市的概念，会当伫咧地动时阵看到每一栋建筑物，也方便救灾人员做判断。无同的色水显示大楼受到地动影响的危险程度，方便予相关人员做救灾判断。国家实验研究院推出5支智慧城市防救灾平台，亲像是城市的分身，透过资料库加感测器，会使看到地动时对城市每一角时的危害。可以模拟真的地震在攻击这一些建筑群的行为。那么攻击完，各位可以看到上面会出现不同的颜色。橘色代表它有一些中度的损坏，红色就是倒塌。重要的消防医院有装这样的感测器的时候，那是不是灾害一发生完以后，你马上就知道这些结构物有没有倒塌，有没有损害？那救援物资是不是能从这里去调度，就可以知道。除了救灾，嘛会使透过平常时的模拟做防灾参考。国建院讲，这个平台会当应用伫智慧城市，亲像自驾车、智慧交通等等，都会使透过这个平台来操作。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在沙仑有用。这个3D 的平台，3D 的图资，它的精度其实有5到10公分。那你想哦，这所有的街道街廓都是实际变成是一个城市的底图。自驾车到了这里，他就知道这里是有街道，这是有建筑物。那他是不是能够告诉他怎么样转弯？国建院表示，目前这个平台伫花莲、桃园有实际应用，但是最近出现的地动无造成危害，也无法度比对平台模拟危害，甲实际上有偌大的差别。但是国建院强调，对这个平台精准度有真大的信心。记者郭文谢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县政府希望透过大埔米工业区的发展，带动人口成长，解决人口的问题。另外，照顾囡仔的需求，也特别成立县内头一间社区公托家园，接落来也伫这个乡镇成立。幼囝伫全新的空间内底安心佚佗，伫大埔米工业区内底非营利幼儿园楼顶，佫新启用2岁以下的社区公共托幼家园。当初来看的时候，环境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因为之后就遇到疫情嘛，可是老师他们都很努力的消毒，然后也把我们小朋友照顾很好。就想说第2胎也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送来这里。嘉义县少子化的问题严重，县内2岁以下囡仔只有5200多人。为了要增加工业区的家庭人口，县府设置全县第1座社区公共托幼家园。替大埔米建立0到6岁幼儿服务体系。原则上是收托12名孩子，目前已经有10位小孩。那我们还有2名的 baby 陆续会收托。好，那目前我们是有4位老师在照顾12位小朋友。县政府表示，这间公托家园是台湾幼教学术发展协会的经营，5月就开始试营运，家长的反应拢袂歹。未来还会伫10个乡镇陆续成立，希望透过愈来愈完整的幼儿福利政策，增加父母的信心。大大改善少子化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草屯的平南社区，等下举办活动，带在地乡亲来了解到地方历史，也设计一款工艺课程，让民众动手来做。透过50多当前的老相片，小解建设吊桥的过程，这是连接南投草屯平南里和相当里的双十吊桥。这届社区举办活动。带民众看过去起吊桥的记录，也是坐到吊桥行一抓。吊桥很漂亮，空气也很好，还有这个手工，外面不会尝试到这种的手工絹印。那我们一般社区产业我们平常都是以静态的课程嘛，还有以摆摊市集的方式来进行。今年就特别设计这个社区的小旅行。草屯的社区产业行销计划已经进行到第3年。因过主要拢是课程上课，今年特别举办在地社区参访，有手工艺课程的活动，让参与的民众有特别的体验，也更加了解社区的历史。让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也了解一下我们各社区里面的，不只是一个静态的，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以及我们社区的周遭的环境。很好玩，然后很丰富的活动。这届的活动也特别邀请志工来做导览。希望志工透过活动，也更加了解在地环境，透过实际行到社区特别的所在，更有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参与的民众亲身感受在地特色，也对这片土地有更较深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涵科比部对2-3年前开始筹备台日大学联名，今日就和日本签联名的 MOU， 希望强化台日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也拼在地创新。
甲土里挖出来的猪卵切角放落去煮，用以天然的色素黏鱼网仔，网仔腻过了后加正用。这是英国八斗仔渔民的智慧。国立台湾海洋大学2017年加入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和八斗仔产业观光促进会斗阵提出进行渔船产业的相关计划，教民众安怎用猪卵泥布。未来学生有可能去日本的高地大学交流。日本其实有好几个学校有签约，也跟好几个县市也有签约。他们做了地方创生做了非常多年，所以非常有经验。我们也希望老师和学生一起去学习。咱的厝边日本同款面临城市甲庄脚发展无平均、人口外流、老化和少子化的问题。为着强化学生对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地方创新的能力，教育部和科技部在2019年斗阵成立台日大学联名筹备处，结合台湾6间大学、日本4间，在16这天正式签联名 MOU。台日大学联盟能为台湾跟日本的地方创生注入活水，也期许在场10所联盟的学校，成为台日各大学实践大学社会责任的表率。地方創生という日本と台湾はそれぞれ抱える大きな問題の中で協力し合うことで、すでにある関係をより強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し。教育部表示，这个主要入选合作的台湾学校，在 USR 计划内底属于侵入在地地方创新的计划，会先和日本签5年，希望提升台日高等教育实践地方连接的能量。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1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咱再会。